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发生伫台南的安平。这警察接到通报，有车辆违规停车，就照规定乌烟到现场取缔开车。结果路边有一个男子咧食自助餐，讲甲吵到，伊食不满，毋但甲警察呛声，搁激姿势要攻击警察。支援的警力赶到位，合力甲压制，用妨害公务罪甲移送法办。警方接到通报，有车违停，就等水雷警告，不过煞互边仔这个食饭的查甫真袂爽。怎么了？我在赶违停。我本来就要按啊，不然呢？按，你袂爱直接吹落啊！要按给你。查甫人情绪激动，呛讲红单唔紧开，直直等水雷有够吵，佮硬讲谁那开单爱等水雷，佮甲警察骂。我拿着你，怎样啊？你给我站在这边。他骂我3次脏话。查甫人一直碎碎念，甚至佮讲歹听话，佮要摕卡棒共攻击。警察通报支援警力，赶到现场，甲伊压制。他是觉得他的警报声、鸣笛声太大声，好像吓到他之类的，说要开就开了，不要这边鸣笛了。代志发生伫台南安平，警察8号下晡6点接到通报，伫军兵路甲健康3街一间自助餐店外口有违规停车，警察照规定到场，先等水雷才开单。不过这个吴姓查甫人真袂爽，根据了解，伊骑铁马到自助餐食饭，有啉一寡酒，听到等水雷感觉足吵的，才会情绪激动，最后以妨害公务罪嫌移送侦办。过程中持续以不雅字眼辱骂员警，且做事殴打、干扰执勤。警察若是要处理违规停车的车，先等水雷是合法的定数，不过却引起民众不满。若啉酒失去控制，佮共骂，佮要共攻击，煞尾要是爱打责任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